可以望到我哋嘅維多利亞港嘅景觀。如果今日你想喺天后揾一間3房有2個洗手間嘅話，不妨睇下有呢條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有留意嘅啦。如果你想喺天后區買一間3房嘅話，不妨俾幾分鐘睇下有呢條片，因為呢個單位重新裝修過之餘，仲可以3間房都望到部分嘅維多利亞港。單位實用有成835尺。由於客飯廳係冇玄關位，所以令到使用嘅空間更加實用。客飯廳價格分明，而客廳嘅部分係通用翻2間睡房同埋1個洗手間。由於單位重新裝修過，喺感覺上單位亦都非常之整潔。而飯廳旁邊就係浴室，係乾濕分離嘅企缸設計。而喺另一邊就係另一個洗手間。嚟到第一間房間係長方形嘅間隔，亦都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。而喺窗邊嘅位置，3間房都可以望到部分嘅維多利亞港景觀。今日介紹高端大廈呢個住宅單位，旁邊就係維多利亞公園，就算步行去東岸公園都係幾分鐘。而天后亦都係傳統嘅地段，喺民生方面嘅補給亦都非常之足夠。影片分享到嚟呢度，如果你係想參觀呢個單位，不妨聯絡我啦。